我们要跳舞赞美神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上帝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所以等一下，当我邀请大家欢呼的时候，大家可以大声的欢呼吗？可以吗？可以。那让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等一下，我邀请你们跳起来的时候，也要用力的跳起来，可以吗？可以。Let's go！ 一起来拍手。早晨夜晚，听你声音，敬拜的歌，唱给你听，不论的事或不的事，我要敬拜，我要敬拜，大声敬拜，自由跳舞，宣告你是我的最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一生一世离不开你同在，你同在。来唱。不论的事，或不的事，我要敬拜，我要敬拜，大声敬拜，自由跳舞，宣告你是我的最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一生一世离不开你同在，大声敬拜，自由跳舞，宣告你是我的最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一生一世离不开你同在，你同在。让我们一起来跳舞，向右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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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左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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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一圈，双手举高，挥挥手。从日出之地，从日落之处，诸天要赞美，众山要欢呼。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诸天要赞美，众山要欢呼。大声敬拜，自由跳舞，宣告你是我的最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一生一世离不开你同在，跳起来，自由跳舞，宣告你是我的最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一生一世离不开你同在，你同在。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我们把掌声荣耀都给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是的，主啊，你是配得尊荣、配得赞美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用丰盛的爱、无止境的爱、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主，谢谢你，在我的生命中用各式各样的爱、各式各样的形式，无时无刻的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主，谢谢你永远的在我们的身边陪伴我们。为能领导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在唱的时候，邀请大家向主来唱。为能领导我心靠你，把它当成祷告，甚至来对神来你说。必领我度过。是的，你心是为我坚持，为我一坚直到最后。持到最主啊，谢后。谢你。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
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让我们更多的向神来敞开自己，欢迎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聆听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是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说：主啊，我准备好了，我要一生来追求你。主啊，我准备好了，我要一生来仰望你。是的，主啊，我渴慕你，求主你让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着我们的生命走。哈利路亚，主啊，我将我的生命都献给你。让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将我们的圣灵都交给你，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啊，请你来充满我们，浇灌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个儿女都能够被你的灵所充满、所浇灌。在末后的日子，你要把你所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你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做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说凡有血气的人，无论使女要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要求你大大充满我们。我要追求你
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是的，天父上帝，你要敬拜你的人是用心灵诚实来拜你，神就是那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当中，让我们里面的灵能够与我们的身心一起来敬拜。今天晚上是一个再次被主更新的时刻，今天晚上是一个再一次来到主耶稣脚前的时刻，今天晚上再一次是我们的软弱能够成为刚强，我们的贫穷能够成为富足的时刻。主啊，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圣灵亲自充满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儿女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被你的灵再次所更新，让我们能够被你的圣灵再次所充满，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跟你旁边的说，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成为新造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成为新造的人。请坐。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晚上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1章29到33节。好，只有短短的5节啊。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好，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请。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33节我们再读一次：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讲到人子的来临。那这个从明天开始，就是我们要进入棕树主日，也是进入受难周。下个礼拜我们再来到这里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来准备进入复活节，或是说已经开始来庆祝复活节，庆祝那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大的胜利，就是从死亡阴间的权势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因为耶稣他一次永远的胜过死亡，所以让我们到今天，所有人都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都能够胜过死亡。而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好，那迦南教会牧师带领弟兄姐妹去环岛。好，曾经环岛过的请举手，你有环岛过的？好，怎么这么少？好，年轻人有机会的话要环岛。好，不过时间好，因为你们的时间都必须要念书、要工作，好，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其实环岛很简单，跟你旁边说环岛很简单。好，那这次呢，在4天3夜的环岛当中，我们是坐火车，好，直接去到了台南。那我们造访了，不是造访，好，是拜访了，好，造访好这个巴克里教会，好，就是这个东门教会，还有台南神学院。还有呢，在我们长老教会有一个历史档案馆，好，这个是比照国家好的这个国家史料馆一样，好，将教会当中100多年来的这些历史做记录。那我们去了，好被更证明的这个叫做热兰遮城，好，就是以前我们所知道的安平古堡，好，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叫做热兰遮，好，就是这个一个海洋当中的土地的意思啊。好，
这海洋土地的一个城的意思。好，是400年前荷兰人好来到台湾开始建立，好让我们台湾开始进入400年的历史当中，好一个重要的起点。那我们也去到了马雅各登岸的地方，好，160年前的5月28号，好，在下个月就满160年，好，就是在图片左边这个地方，高雄的旗津，马雅各从英国好来到辗转来到了高雄的打狗，好，开始让我们在160年来台湾长老教会，或者说在台湾宣教的历史，好，那也造访了目前台湾最久的。历史好维持最久的教会是其后教会哦，将近159年好的这个教会，好，那他们在10几年前花了2亿，这个对不起9500万好盖起来的教会啊，好，那我们在那边也参观见证。那我们又去到了台东的太麻里教会，好，过去在嘉南教会服侍的陈伯雄牧师，好，现在去到了台东，好，那我们那天也住在了布农部落，体验原住民好在这个部落当中的生活，好，晚上7点之后，好，什么都暗的，好，那大家那个时候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好，有电视可以看，好，但是呢，好，在那边感受到，大家更多的时间，好，可以一起聊天，可以一起分享，好，可以一起，好，在。虽然没有星星，好，但是能够在这个夜空之下，好，能够在那边散步，好，听那个虫鸣鸟叫，还有青蛙的声音啊。那我们也去到了台东的鹿野教会，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教会叫做迦南教会。好，那我们这次本来要去造访全台湾，好，所有的迦南教会，好，那有台南的迦南教会，我们坐游览车经过；高雄、屏东的迦南教会，我们就在他们的附近。还有呢，一个在东部唯一的迦南教会，就是右边这一间哦，瑞穗，好，在这个武赫的地方。但是这个教会没有牧师，好，我们也联络不到教会的人，好，找不到人可以联络。但是我们去到这个教会，好，甚至呢，我们在那边一起为这教会感动啊，一起祷告。好，那很多的长老、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感动，好，说我们今天能够在桃园的迦南教会，好，真的要很感恩，好，要很珍惜，好，因为我们去到那么偏远的地方，好，看到这么乡下的教会，好，连传道人，好，或是说同工都没有，好，那牧师也开玩笑说我们就把我们的长老留在那边，好，然后轮流1个月以后再回来，好，还有长老说好，他愿意啊，好，但是真的他们有被感动到，好，说，哇，我们真的要在教会当中，好，把上帝给我们的职分，好好的来持守住。那我们也听到了寿丰教会建堂的奇迹啊，好，一个大家原来是开会要把它关掉的教会，结果没有想到一关呢，说要关，开会要关之后，变成好，上帝让这教会开了一个门哦，上帝关了一扇窗，却为他开了一个大门，好，这个已经荒废了，好，要关门的教会，好，结果居然几年之后变成一个。哇，拥有这个上百坪的土地，好，然后呢，建造了一个非常大的教会，好，然后在寿丰，好，这个最好的地点哦，好，能够在那地方为上帝做见证，还有玉山神学院，好，那也去拜访了美伦教会，好，还有一个原住民的这个第一个信主的这个原住民的女性呢，叫做基旺，好，基旺教会，在那边遇见了这个基旺，好，100多年前信主的基旺，他的第4代。好，现在就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也是一个女性的传道人啊。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是牧师透过这个简短的照片，好，跟大家分享，好，让我们有机会，好，也可以去透过环岛，好，不是只有去吃好吃的，只有去打卡，或是只有看美丽的风景，也要看到什么呢？好，看到上帝怎么样与我们同行。好，所以这一次的30个会友弟兄姐妹当中呢，好，其中有3位的慕道友，在这4天3夜当中，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个福音茶会，好，每天都有福音餐会，好，都在这吃饭当中呢，好，跟他们分享，好，让他们更多的感动，好，他们也更多的预备好自己要受洗，成为迦南教会的一份子，甚至里面呢30位有5位是超过80岁的，好，还有2位是90岁啊，好，最高的是91岁啊，好，也是跟我们大家这样一起的行动，好，一起的生活，好，一起的去这个走夜市啊，好，大家都做到了。还有呢，最感动就是在这样的当中，好，看见上帝
爱台湾各地的教会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我们只有看到我们在一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上帝只有对一个教会，可是在这4天当中，看见上帝对每一个教会都有上帝好的旨意、上帝的带领，还有上帝的祝福啊。好，所以跟你旁边说，好，上帝爱台湾，上帝爱台湾的各教会。上帝爱台湾，上帝爱台湾的各教会。好，所以上帝也爱迦南教会。好，有一天你可能会去，好，经过台南的迦南、高雄的迦南、屏东的迦南。好，但有一天你有可能去到花莲的迦南。好，但是这些迦南呢，好，都在见证上帝好的恩典还有祝福。今天我们牧师要透过这个路加福音的21章，好，以及要进入受难周，好，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到底耶稣会不会再来？你相信耶稣会再来的，请举手。好，谢谢。好，这个问题很多人没有举手，表示你想的不够多，或是你还没有找到答案。好，这个问题呢，不是你用举手来解决的，而是你要真的知道，而真的相信。耶稣他已经在2000年诞生在马槽，那是他第一次的来。但是圣经说耶稣会有第二次的来，而第二次的来呢，到今天我们一直都在等待，一直都在等候耶稣的再来。所以每年的代降节不是等待耶稣降生，是等待耶稣降临。而耶稣他要降临，耶稣的再来，在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今天我们读到的21章，好，告诉我们有这6件事情会发生。有哪些预兆呢？好，第一个会有什么？各种灾难的出现。第二个呢，信徒的爱心冷淡。好，你有没有看到世界上有各种的灾难发生？有，而且你在这个世代当中，好，你还见证了地震、台风的灾难，你还见证什么叫做瘟疫。好，上一次的瘟疫，好，可能是2007年的这个 SARS， 好，但是那个只有短短的局部性的。好，但是呢，你在这个年代当中，你看到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界性的，而且经过了3年多，好，才渐渐的结束的这个瘟疫啊。你也看到在这世代当中，好，很多信徒、基督徒让人跌破眼镜，不像基督徒爱心冷淡。而你在这个世代当中，你也看到了以色列的复国。以色列是在哪一年复国呢？好，大家把这个数字记起来，1947年。好，大家说一次，哪一年复国？民国几年？36年。那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台湾228事件。好，所以台湾发生非常悲惨的这个228事件呢，好，却在那一年的5月呢，以色列却复国了。一个国家被消灭了2543年之后，好，2543年之后，一个国家灭掉了，居然又重新的复国，而且还把这个名字拿回来用，叫做以色列。而从1947好到现在不过72年，其实今年要73年，70多年当中，这个被消灭的国家好摇身一变，好成为世界的前20强的国家。其实以色列多少人口？比台湾还少，只有800万的人口。可是它能够在复国之后，好恢复，好重新建立这个国家之后，变成世界上的前20强。而且在这72年来当中，以色列诞生了多少的科学家、文学家，好，还有很多世界顶尖的人才。好，这个是奇迹啊！所以我们也都见证到，这一切呢，都是代表说耶稣快要再来。第4个也会看到天象、天势的改变，还有天空的异象，还有很重要就是福音要传到地极。我们也看到这个福音，好，从以前好这个荷兰人来到台湾400年前，这个8月1号，好，这个历史的记载为什么用8月1号呢？因为荷兰人的船，好，跟着这个商船东印度的公司来到台湾，而船上有这一些的做生意的人，好，也有这一些好的宣教士的，还有这一些好做工的人，还有一些好是这个带着武器来的人。但是呢，他们在那个船登岸的那一天，好做了一个祷告，没有想到400年前好的8月1号，就是台湾这400年来历史的开始。所以我们看到台湾这400年来好的改变还有成长，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还有最后就是假基督
的出现，冒称是基督，冒充是教会，好像今天的诈骗集团，好，过去是诈骗，冒充是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好，冒充是你的孙子、阿母啊，进来救我啊，到现在这个诈骗集团，好，冒充是你的朋友，冒充是你在 LINE 上面、在脸书上面、在这个社群上面好的好朋友，好，来骗取你的感情、金钱等等。这一切呢，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预兆。什么预兆呢？耶稣要再来。如果耶稣不再来的话，这个世界就是耗人的努力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要再来，我们就必须要做好准备。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有准备跟没有准备是相差很多的。有准备的就是他在活着的时候，他会积极的准备耶稣再来，他必须要努力的来向主交账，所以他会成为那个聪明的童女、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会预备油来点着灯，等候耶稣再来。他会像是那个5000两的拼命做工，再去赚那5000两来向他的主人来交账。但是那个没有准备的，就像是那个愚拙又懒惰又爱捆的这个童女一样，好，在新郎不在的时候呢，好，也没有预备油，然后就在等的当中就睡着了。这好像基督徒，好，不知道基督徒要做什么，不晓得来教会做什么，所以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一生。好，在教会当中也没有参与服事，也没有参任职务，也没有参任这样子的事工，然后呢就想要去见耶稣，以为这样就可以进天堂。没有想到呢，当耶稣再来，新郎回来，人子再来的时候呢，他却不能够进去，因为他的灯不会亮，因为他没有结出果子，因为他没有用上帝给他的1000两去赚另外的1000两，他只是把它包起来，或是把它埋在土里面。他想象的是，他能够这样子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像去环岛旅游一样。好，我这样一路的游山玩水就可以进天堂，却不晓得进天堂，好，要进入永生是一个窄门，是一条窄路，是一条要努力才能够进去的路。所以耶稣再来给我们很多的指标，就是我们要警醒，要努力，要等候。好，跟你旁边说，要警醒，要努力，要等候。要警醒，要努力，要等候。好，牧师希望透过今天这一段的信息，让你不是只有听见，还要让你去思想，还要让你去改变，好，或是让你去等候。好，你在这一生当中，在耶稣再来以前，你到底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已经是预备好的人。耶稣再来的预兆，除了这6个，其实也可以分为3个类型。第一种是地上，地上会有什么呢？地上会有灾难。我们看路加福音21章，好，这么长的经文，这一段当中7到13节当中，这些门徒问耶稣会有什么事情？耶稣告诉他，这些事情发生，耶路撒冷被毁灭，以及世界的末日来临呢，会有这些的灾难，包括战争，包括叛乱，包括攻打，包括地震，包括饥荒，包括瘟疫，包括可怕的奇迹和异象，都会陆陆续续的出现。不过呢，这些只是灾难的起头，甚至呢还会被逮捕，基督徒会遭受迫害，基督徒会被交到会堂来审问，基督徒会被抓去坐牢，基督徒会被带到君王和统治者的面前。但是这一切的地上所发生的灾难，却是要成为13节所说的，这就是你们为福音做见证的机会。好，所以我们请念最上面第一行红色的字，灾难成为做见证的机会。好，请大家说一次。COVID-19 的瘟疫3年当中，你做了什么样的见证？好，你有没有去或是留下什么样子的值得好能够来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呢？还是在 COVID-19 3年当中，好，我就跟着大家一样，好，大家戴口罩就戴口罩，大家抢米我就抢米，好，大家关在家里就关在家里，大家放空，好，然后大家摆烂我就跟着摆烂躺平？还是在灾难当中，我找到能够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呢？好，我们的这个灾难，好，包括上面你看到战争、天灾或人祸，但不论是天灾，不论是人祸，在地上所发生的，都是一个能够找到为主做见证的机会。还有包括上个礼拜开始，好，4月2号到现在，不过也才4月12号，好，11天的时间。好，这个台湾不是台湾，全世界最新的灾难，什么灾难呢？好，就是美国的关税贸易战争了。这个关税贸易的战争呢，好，引发了很多的大灾和大难了。好，这些的灾难
也是在反映着，好，这也是我们人没有想象的，没有想象说，在短短的一刹那之间，或是短短的几天里面呢，全世界会引起这么样子的巨然的改变，好，突然好宣布要向全世界180个国家来课征关税，好，突然呢，好，每个国家连台湾都被点名，好，都要被课征关税，很多的工厂、很多的公司、很多的企业，他们辛辛苦苦，好，本来都有他们的财报预算，好，今年要获利多少，或是国家它的 GDP 今年会达到多少，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好几分钟，或是几小时之内，或是几天之内呢，完全打乱他们的理想。好，而这一波当中呢，好，受伤最重的，好，就是在台湾对岸的中国。这对很多的中国好的创业或是这个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没有想到4月2号所宣布的，好，说4月10号呢，1个礼拜后就要开始来课征关税呢。没有想到这当中，这个美国总统在玩的好像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谁到底是真心的对美国，或是谁真的是真心的是要来对杠上美国的游戏啊。所以我们这样子越看越下来之后，发现这真的是一个游戏，谁才是朋友，谁才是敌人游戏。结果出来了，全世界180个国家，有谁跟美国杠上呢？就只有这个国家，就是你看到这个国家，所以在4月10号，原来要开始来实行关税那一天，结果呢，这个美国总统又宣布说，再暂停90天，但是呢，过去这时间当中，你所摆出来的态度，你所摆出来的姿态，已经让美国很清楚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游戏。在台湾也有很大的讨论，我们看台湾的里面，有人选择说要当美国的朋友。台湾也有人选择要当美国的敌人，美国居然对我们这么不好，克我们32%，我们就给他克回去，美国人的话不信不得。但是呢，这个游戏后来游戏揭晓之后，发现呢，结果居然是一面倒，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敢跟美国叫嚣，这个中国。但是呢，现在中国呢已经被课关税，一路从20几%、30几%、40几%、100%，然后再加上去，昨天被加到140多%的关税，所以中国真的是哀鸿遍野，哀鸿遍野。但这都不过是地上的灾难，但是要记得，灾难是一个预兆。跟你旁边说，灾难是耶稣再来的预兆。灾难是什么？耶稣再来的预兆。当地上有灾难发生的时候呢，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代表提醒我们，耶稣快要再来。虽然已经过了2000年，这些很多的事情，圣经已经写了写了2000年，耶稣都还没有来。但是呢，越让我们越看到，越来越像耶稣快要再来的时刻，也代表我们越要积极的准备。而在这些的预兆当中呢，有一个是在人间的，地上的我们所要做的灾难，而在人间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在人间人当中呢，只要立定心意，就必保全性命。请大家说一次，立定心意就必保全性命。刚才的经文继续往后，接下来14到19节，耶稣就教导门徒，这些灾难必定会发生，在地上会不断的发生，甚至重复的发生，或是更大的发生。你只会看到越来越吓人的灾难，越来越吓人的地震。上个礼拜、2个礼拜前，连泰国30几年没有发生过地震，也发生了地震，让泰国人也 shock 也警醒。那对我来讲印象很深。美国是一个很安全的国家，可是2000年的911事件，或是在2016还1718年，发生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枪击事件，都是真的是让许多的人惊吓。美国这么安全的地方，居然也会有灾难的发生。美国其实也有灾难啊，包括龙卷风啊，包括这个暴风雪等等。但是呢，当人当中在面对灾难的害怕恐惧当中，耶稣告诉学生要拿定主意，要坚忍。什么是拿定主意呢？拿定主意就是你不用事先考虑怎么样为自己申辩，这个主意就是我只要相信耶稣，交给耶稣，一切都交给神。
什么是坚忍呢？坚忍就是你要面对灾难不要退缩，就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哦。所以在我们人当中，耶稣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要立定心意，要拿定主意。好，这个是现代中译本的翻译，和本翻成立定心意，我们就能够在这样的坚忍当中，就能够保全性命。而这个性命呢，也是路加福音所说的：为主失上生命的，就会得着生命；为自己得着生命的，就会失去他的性命一样。在这次的关税当中，台湾也面临一个选边站的游戏，就是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我们的政府他要选择到底要靠拢美国，还是要抛弃美国，走自己的路。不过呢，这个总统呢，他已经有很清楚的政策，所以在美国公布这个游戏的答案之前，赖清德总统他已经明示对美国不采报复关税。美国你居然无缘无故跟我们台湾课32%的关税，我们也可以选择跟你课回来。可是呢，赖清德总统在这个事情，他已经提出了5大应变计划，就是这1、2、3、4、5，包括怎么样争取的对等，怎么样提出我们产业的支持，怎么样能够有中长期的计划，还有能够台湾加1，台湾加美国，还要能够开启产业的潜能等等。那他也用这样的应用，但是呢，大方向就是不要做美国人的敌人，而是要学习跟他当朋友。这个游戏呢，果然也让很多的国家其实这一次课关税回应最快的是越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越南。越南是几乎是在当天还是在隔天，他马上就回应，善意的回应，他不要他要抛弃中国，他要跟着美国。所以就算美国给越南课重税，但是越南是跟美国示好，零关税，他跟美国来示好。但是这个游戏呢，到最后呢，变成是金钱货币的游戏，变成是2大这个金融的游戏，一个是你要选择用美金，还是一个你要选择用人民币。用美金，这个美金它就变成强势货币。如果你选择是人民币，人民币呢，在这一波的操作之下呢，人民币开始变小。以前人民币本来很小，但是在这几十年当中不断的成长，让中国有那个底气可以跟美国来叫嚣，甚至中国都喊出要超越美国，叫做超英赶美。其实中国已经超越英国，超越日本，那他就下一个就是要等着超越美国。他想要在各个方面，但是很好有这样的目标，可是他没有从本质上，他没有从基础上，没有从真理上面，以至于呢，他都是用山寨的、用模仿的、用抄袭的、用不正当的、用这些错误的方式，以至于他所堆叠起来，最后都变成是一个泡沫，变成是一个影子。刚才讲到这个中国的关税，已经不是这个，已经马上变成旧，才2天而已，马上变成旧的，变成旧的图，已经变成来到了140、125，现在又变成140几的关税。但是对美国来讲，可能你要买一支最新的 iPhone 17，要多少钱？据称要10万台币。10万台币才能够买到一支 iPhone， 所以现在美国人疯狂的趁它还没有开始涨价以前疯狂的买。我们不晓得后面这游戏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包括2天前在美国要买一颗鸡蛋要多少钱？2天前说的新闻说，在美国要买一颗鸡蛋要1块钱美金，换算台币32块。你现在台湾买一颗鸡蛋多少钱？5块钱，之前贵的时候10块钱，现在蛋价又回来，5、6块钱就可以买到。但是在美国要花6倍的金额，你才可以买到1颗蛋。我们牧师刚到美国去的时候，一盒他们是5打60颗的蛋呢，只有199美金，台币60块，60出头，等于1颗蛋1颗台币。结果呢，才不到10年的时间，现在1颗蛋是1亿元的美金，这个当中差了30几倍，所以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不要想说这个事情过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好戏等着看。但是在人间，耶稣告诉我们，立定心意就必保全性命。跟你旁边说，立定心意就必保全性命。
什么心意呢？要相信真理，好，真理不变，好，真理必胜。你要立定心意，好，而不要看环境，好，不要看眼前，好，因为呢，真理是越变越明。最后，好，在人子再来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在天上的事情，地上有灾难，好，但是呢，是一个做见证的机会。在人间，好，会有恐慌，但是这恐慌，你只要立定心意，就可以保全性命。而在天上所要发生的事情呢，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后面的经文，好，里面会看到很多事情，好，但是牧师只能够简单的讲啊。好，如果你有参加路加福音，或是你每天读路加福音，你可以慢慢的去看，好，这到底耶稣在讲天上的什么事情呢？但是这天上的事情呢，好，讲了很多，好，有异象，好，有这个有这个灾祸，有这个灾难，好，但是呢，耶稣说，好，这些事情好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跟耶路撒冷有关的，第二个部分是跟全世界有关的。第一个部分跟什么有关？耶路撒冷。第二个部分呢，跟全世界有关。这2个事情的发生呢，好，会有一个期限，而这期限满了之后，后面会继续有事情发生。而第一个跟耶路撒冷有关的，好，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没有读的那一段，20到28节，这一段呢是在讲到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情。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耶路撒冷还在正常的敬拜，好，正常的献祭，还有祭司，好，然后呢，还有这些的撒都该人，好，还有圣殿在，所以他们也是一样按照圣经的教导，好，他们在那边敬拜上帝，他们觉得上帝永远与他们同在，这个圣殿永远都会存在。可是耶稣已经在那个时候，好，几乎是在这个事件好发生的30几年前，好，就预言了这个耶路撒冷所要遭遇的灾难。耶路撒冷曾经在耶稣诞生前的500多年，好，就是离我们现在是2586年前，也就是讲到以色列被灭国之前呢，巴比伦的军队他把上帝的圣殿来毁坏，掳走了犹太人，犹太人哀悼，好，失去国土、主权还有圣殿，好，所以那一日呢是犹太历的5月9号。好，他们把那一天犹太历的5月9号叫做圣殿被毁日。每一年的犹太历，不是我们阳历，也不是农历，犹太历5月9号呢，是他们一个全国举哀的日子。好，因为他们圣殿被毁，但是很幸运的，或是说上帝很爱他们，让他们70年之后被掳归回，重建圣殿。可是呢，好，这个圣殿呢，好，只有又用了几百年之后，又用了400多年之后，好，又居然在同一天哦，主后70年，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的30几年后，犹太历的5月9号同一天，罗马的将军提多好带领了罗马的军队好进入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整个拆毁哦，好放火来烧掉，好来让整个耶路撒冷完全的毁坏。而这个圣殿从主后70年到现在就没有再盖起来过。好，现在你去耶路撒冷地方看到那个金顶教堂，好，它那个里面的圣殿呢是阿拉伯人盖的。好，那里面要拜的呢不是圣经当中的上帝，好，是可兰经当中的阿拉。好，虽然是同一个上帝，好，但是呢拜他的对象不一样。所以这2个圣殿都在同一天，但是巧合的不是只有在这2天，好，巧合的是除了主前586年，主后70年，接下来好主后的135年，也是在犹太历的5月9号，好叫做哀坡月。罗马占据以色列，有50万的犹太人在罗马被杀。主后的136年，好，罗马帝王也在犹太历的5月9号来亵渎圣殿。主后的1096年，也在5月9号，好，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杀害许多犹太人。同样的5月9号，在13世纪，或是14世纪、15世纪、17世纪、20世纪，好，到世界大战，都在历史上的犹太历的5月9号那一天，好，很多的巧合，一连串不断的来发生，所以这个日子好，让我们更加的提醒，就是这些的预言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子快要再来，耶稣快要再来，圣经所预言的事情都要一一的来成就，好，一一的来成就。
而这个在天上发生的事情，前一个部分是讲到耶路撒冷，但是后面耶路撒冷之后，圣殿被毁坏之后，就跟全世界有关。所以那个日子满了之后，好，那耶稣告诉门徒说，日子满了之后，接下来就是天上会有异象，在天上会有很多奇异的现象，而最后的压轴，好，就是人人都在等待那将要临到世上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好，2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27节看得到吗？那时候，人子要出现，充满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降临。好，大家绿色的再读一次。人子要出现，充满着大能力和荣耀，驾云降临。我知道这一句话对很多人来讲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你对圣经很多地方不了解。但是当你开始对圣经能够掌握好，能够了解好，你相信亚当，相信夏娃，你相信挪亚，你相信方舟，你相信亚伯拉罕，你知道了越多之后，圣经的每一句话，好，特别这一句话对你来讲意义非凡，超级超级重要。因为当这些天上的事情要发生的，就是世人所等待的事情。而28节这些事情，人子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好，红色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发生的时候，你们要昂首挺胸，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就到了。简单的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应该怎么样？跪在地上，还是我们要躲在家里面，还是要躺在棉被当中？都不是。耶稣告诉我们，人子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昂首挺胸。为什么要昂？什么叫做昂首挺胸？这个我们昂首挺胸会想成这个雄赳赳气昂昂，但是昂首的意思就是你要把头抬起来，好，你要把头看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看从天上来看。挺胸的意思就是你要站稳，好，你要站立得稳，因为那个时刻是我们要得救的时刻。如果我们继续读圣经后面好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哥林多前书，你会知道那个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耶稣来还活着的人，我们就有机会，这个叫做被提到天空，与主在空中相遇哦。好，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而你要抬头才能够看到耶稣再来，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大家都抬头看着他升天，但是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抬头看着他再来。所以我们要常常好，除了要警醒等候，我们要学习抬头、昂首挺胸，迎接得赎的日子。好，请大家说一次：昂首挺胸，迎接得赎的日子。在过去好这个礼拜好，今天是礼拜6。好，从礼拜1，好，这个台湾的股市，好，最黑暗的那一天，哇，大家在想，好，这个礼拜当中，好，真的是非常惊心动魄。好，4月7号，好，礼拜1，好，台湾好创下了台湾股史上单日跌点的前10名，好，第1名，好，你看到就是2025年的4月7号，好，那一天呢，股票跌了2000点，好，上一次跌这么多呢，是在去年的8月5号，也没有很久，还不到1年，那时候跌了1800点，好，这次跌的是9.7%，上一次跌的是8.3%，再上一次呢，还在去年同一月，好，跟8月就跌了2次，好，跌了4.4%。但是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好，这个股市的灾难，好会发生，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这个跟学生不一定有关系，好，但是是一个经验分享，好，将来你可能要对这个投资或是对这个股票，好，这些你都可以去好好的去看一些这些历史，好，这当中呢，有人亏大了，但是有人怎样，狠捞一笔。这个呢，好，这真的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好，我们想说，我们就是找一个好好的工作，我们就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好，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可以干一辈子，好，然后把该付的贷款付完，好，然后最后就能够存钱买了一个房子，人生就这样结束。或是呢，开一个公司，好好的经营，好，然后好好正正当当的做生意，好，然后这个每一年累积下来的钱就可以怎么样。却没有想到呢，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么样的快，好，突然美国就没事选上了一个疯狂的总统，好，这个疯狂的总统呢，就玩了一个疯狂的游戏，
让大家本来想好的安居乐业、稳定的生活，好，通通都要跟着一起洗三温暖。好，你不想要洗也不行，他就是把你这个好像漩涡，好像龙卷风，就好像这个大海啸来一样，好，你都要被牵着走。所以你人生有很多想说美好的事情，好，却呢，好很多的企业，好可能一一的中箭倒闭，但却有人在这当中怎样？却缔造奇迹，爬到他的人生当中的巅峰。所以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很多很有趣、很吊诡的事情。可是呢，昂首挺胸，好，能够迎接得赎的日子。好，有的人在4月7号的那一天就开始看衰，好，台湾的股票。好，觉得台湾的股票没救了，好，就看衰说赶快撤资，好，台湾接下来怎么样啊？但是有人在4月7号那天怎样，把他所有的积蓄可以借的钱，通通都拿出来，好，所以呢，好，这个2天之后啊，应该说3天之后，4月10号，好，台湾股市有史以来创造最大的涨点哦，好，就是发生在这个礼拜。所以这个礼拜呢，好，又是台湾一个创纪录的礼拜，好，你们大家很忙着念书，好，不会去注意到，好，不过牧师也没有去参与啊，好，但是牧师还是让我们知道，过去这5天当中，从礼拜1到礼拜5，好，应该说到礼拜4，好，短短的4天，好，发生台湾股市好上市以来好最大的跌跟最大的涨，好，这一涨呢，涨了9.25%。把所有跌的呢，好，通通又涨回来，好，虽然隔天又跌了，好，但是这就是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好，跟我们的人生，跟这个世界，好，整个的局势呢，好，其实你要学习去看，好，你就会看出体会出一个道理，并不是很多的事情都能够如你所想的，一辈子就是这样的稳定，不是如我们所想的，一辈子人生就可以这样子的过完，这么平顺的过完。人生有很多很多的意外哦。你看，去年24年，好，一样的事情，好，8月5号是最大的跌点，8月7号马上是最大的涨点，好，然后2021年，好，也是一样，5月好在第8名，好，大家在这边变成第3名。你可以这2个去对照之后，发现，哎呀，在股市，好，在这个世界当中起起伏伏，好，都好像快要变成是一个公式。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在这样当中可以昂首挺胸，可以把最坏的时刻转化成最好的时刻呢？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所以耶稣基督再来，很多人在这当中做好预备，他就在那个预备当中，好，他就迎接得赎的日子。很多人没有预备，他就在手忙脚乱当中，他就怎样？错过了，失去了，最后只能够在那边唉声叹气。哇，看到别人赚的赔的很多的时候，哇，他就拍手叫好。可是看到别人赚很多的时候呢，他又在那边唉声叹气，然后一事无成。你要选择做哪一个呢？好，在今天这个信息，我要问的是，耶稣一定会再来，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才能够站立在人子面前？你先想一想。当耶稣来的时候，你在轮到你到他面前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子拿你的成绩单？好，你应该怎么样拿出你的表现？好，这个礼拜允杰回来的，哇，他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他的成绩单，好给我们看。好，他也没有第一件事情，但是他很高兴的把他的成绩单，好主动的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好表示他在这当中他的努力，好，他有看到他努力所得到的成果。而同样的，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站立在他面前呢？最后有3件事情，好，请大家好能够来记住。好，第一件事情，好，大家一起说，要知道神国近了。你要站在人子的面前，好，你一定要知道神国近了。耶稣用一个比喻，这些事情完，其实这个经文后面很有趣，继续告诉他们，耶稣让他们看到耶路撒冷的灾难。耶稣让他们看到世界末日的灾难，但是耶稣还跟他们讲了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你看到允琪，好，今天刚才穿短袖短裤，好，我看到他穿短袖短裤，好，代表什么？夏天到了，好啊。如果你们是在学校上课的，好，也会换季，开始换短袖和短裤。而同样的，耶稣也用这样比喻，你看到无花果树在冬天的时候是掉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可是呢，这个无花果要长树叶的时候呢，它一开始冒芽，第二天那个芽就开始很多，好，然后几天之后那个叶子就变很大，因为无花果树的叶子很大，可以长得像一个手掌这么样的大。所以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开始在长树叶的时候，好，就知道哇，炎热的夏天要来，好，因为无花果喜欢长在那个干旱炎热的地方，所以你看到无花果开始在长的时候，就是夏天近了。同样，这一切的灾难，不管是地上的灾难，或是人间的挑战，或是天上的异象，你要知道神国近了。耶稣说，这一些的警告，好，天地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都要发生。果然，耶路撒冷30几年后，耶稣的话犹言在耳，耶路撒冷的圣殿，好，通通都被拆得干干净净。就换成是股票来看，如果你那时候押宝押在耶路撒冷的圣殿，30几年后全部变成币纸，全部都变成泡汤。你人生所有积蓄都压在那边的，最后通通变成拿不回来的币纸和啪抓。可是如果你把你的积蓄、把你的精力、把你的人生力量压在神国，哇，你那个压下去之后就不得了。好，你就是在后的变成在前，就是用今生赚得永生。所以这个世代还没有结束，果然耶路撒冷好就发生，甚至后面的事情是天地还没有废去，耶稣对我们的警告也不会废去。第二件事情要谨慎，不要忧虑，不要受到忧虑的搅扰。我们一起来读34节，你们要谨慎，免得被贪食、醉酒和今生的忧虑压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忽然临到你们，如同罗网一样，因为那日子要临到所有居住在地面上的人。好，牧师岔题一下。好，最近教会在帮助一个年轻人。好，这个牧师来看是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他就是想要买股票。买股票，他想要赚钱，好哇！大家都说这个现在台湾是这个股市正夯正热时候，但是呢，他就从网络上好，然后去搜寻，好说这个股市的 APP， 这个股市的连结，让你可以快速的致富，而且多准。好，然后呢，他就进去之后呢，就开始投，好，然后呢，人家告他，你现在获利多少，哇，他就当真之后呢，好说现在更大的一波来了，你要赶快上车。你没有上车的话，你就错过，你就是在那边唉声叹气。但是他现在没有钱，没有资金怎么办？你有房子，把你的房子怎样抵押好抵押去借好，抵押好，把你的房子去借钱好，再投进去好，结果投进去之后呢，发现他被骗了好，他就100多万好，就这样被骗就骗了，然后就下不了车，好，因为他现在必须好，因为他还去借钱，好，然后借钱之后还要付利息，所以每个月就被这个利息追着跑。这就是一个圣经说的罗网。有一些人，好，这个猎人，好，要去打猎，他必须要设陷阱。这个陷阱就是在那个地方，愿者上钩。他就是抓住人的贪心，哇！你想要赚台积电的这个股利吗？好啊，我就利用你这个贪心，好，想要大赚一笔，就让你来上钩，好，就让你拿出更多。所以这个末日也是这样，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谨慎，我们被这些的贪食，你想要吃好吃的吗？就让你吃更好吃的。就让你吃更多，你想要醉酒吗？就让你喝这个高级的，好，喝这个皇家礼炮，好，让你喝这个1瓶5万、20万的，好，让你来喝，或是这些今生的忧虑，就是网罗一样，把我们抓住，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做任何的事情，好，就被今生陷在这边，你就没有力气再去追寻永生。所以有智慧的人，他会很谨慎。好，来做出他的决定。好，包括你要投资也好，你要选择人生也好，你要选择科系也好，这一切好，我们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因为那个日子是忽然的临到。所以当我刚才讲这个青年好被骗，好，对他来讲，当他知道被骗的时候呢，真的是晴天霹雳。可是呢，好，现在他怎么办呢？好，他用他的方法去解决，就越解决越复杂，好，最后才来把这个事情告诉教会，教会才要开始来想办法。我要告诉年轻人，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好，你们千万不要因为了想要多赚一些，好，然后想要走捷径，想要求快，好，最后会欲速怎么样？
则不达。第三个，好，我们要怎么样站立在人子面前？就是要警醒，不断的祷告。36节，21章3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好，这个警醒还要加上祷告，会帮助我们能够冷静，帮助我们能够淡定。好，你可能会看到哇，大家都赚得一塌糊涂，或是大家赔得一塌糊涂。好，你的心情会被影响。但是呢，当我们借着祷告，你会知道比赚得一塌糊涂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或是比赔得一塌糊涂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好，而你会当下就能够冷静下来，好，说我要选择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好，几个礼拜前我们讲到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而那个马大，好，他的选择在于他要把大家喂饱。可是玛利亚她却能够在这当中警醒，她要选择她能够在耶稣的脚前听神国的道理，让她能够知道怎么样抓住永生，利用今生，甚至利用今天，能够得到来生，得到永生。所以这3件事情，第一个要知道神的国近了，第二个要谨慎，不受忧虑，第三要警醒，不断祷告。好，请我们大家也一起说一次。要知道神国近了，要谨慎，不受忧虑，要警醒，不断祷告。这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在人子的面前，而你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个礼拜天，这个主日就是棕树主日。耶稣有第一次的来，而且那一次的来，他也达到了一个 KPI， 他用君王的身份进入了耶路撒冷城。耶稣很厉害，他只有用短短3年半的时间，从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到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是呼喊他何撒那，大家呼喊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大家对他的期待，他就是我们的救世主，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要救我们的国家。但是没有想到，耶稣的拯救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他第2次要再来的时候。耶稣已经第1次来的时候，已经受到众人的爱戴。你看那个棕树主日，为什么要拿棕树枝？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外袍铺在地上，放在驴背上，然后让耶稣骑在驴子上面？因为他要展现耶稣是我们的王，而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我们是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一切压在耶稣的身上。但是我们还有一次机会，2000年前我们没有压，但是2000年后，今天也是我们正在压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你要怎么样迎接耶稣？耶稣来的时候，你是真的有预备，而不是没有预备。耶稣来的时候，你是真的警醒，而不是睡得一塌糊涂。耶稣来的时候，你是真的有成绩单，不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办法向耶稣来交账呢？好，那如果我们有小组有分享，好，或是你自己有空时间的时候，你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心里面希望耶稣早点来，或是晚一点来，或是耶稣你最好都永远不要来。好，但是当你读圣经，好，读神的话越多，你多么希望耶稣最好今天就能够来，那是预备好的人。好，如果你要去考试，好像这次这个军役，好，考试考得这么好的成绩，好，在考试的那一天，他一定希望考试能够在一天能够赶快来，好，因为他已经预备好了。但是那个没有预备，就是说，等一下可以再给我1个礼拜，再1个礼拜，再1个月，好，我一定会好好的准备。好，这就是一样的心态。当你预备的越充分，你会期待耶稣，你愿你来，我盼望你来，我热切的等待你来。而没有预备的就是耶稣你最好永远都不要来。但是这不是我们所自己期待的。而耶稣来以前，这么多的灾难在地上，在人间，甚至在天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坚定的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呢？而最后是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能够立定心志，等候那就能够保全性命了。你的生命好，就算你赚得全世界，好这次新闻说川普。这个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好，他自己跟他的好朋友说，哇，这一波股市的操作，好，这个全球股市大跌，然后全球股市大涨。好，川普呢都是川普一句话，好，他一句话，好，叫大家
冲啊，买股票，大家就冲啊，真的他话剧也跟档。可是呢，对很多人来讲，多不公平啊！我这么认真的工作，这么认真的上班，你一句话就搞乱了我所有一生的努力，好一生的经营。但这个世界末日就是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好，所以我们今天又看到一个末日的新的例子，好，就是在 COVID-19， 连股市都是灾难。而我们要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在受难周或是在中述主日当中操练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清醒、冷静下来。我们不是要跟世界一样，不是要跟九妹一样，不是要跟网红一样，不是要跟这些人一样。或许他们可以开箱豪宅，可以开箱名车，他们可以开箱全世界这个环游世界的最好的旅馆，但是你也可以去开箱在花莲的迦南教会啊，你也可以去开箱在台南神学院，在台南安平古堡这400年来，上帝在这块土地上面的祝福，选择不一样，但是所得到的意义也不一样。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求上帝给我们眼光，让我们能够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他所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你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都准备好了。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每一天都是人子再来的时刻，每一天都是圣灵来的时刻。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的教会。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心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的恩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今天是我们再一次能够迎接耶稣的时刻。虽然我们知道的有限，但是我们只要知道一个真理：耶稣快要再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
亲爱的天父上帝，此时就是最坏的时刻，此时也是最好的时刻。在地上有灾难，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立定心意，跟随耶稣，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不要贪爱这个世上的一切。这个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但是神你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永远不会改变。帮助我们学习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帮助我们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昂首挺胸，我们能够交出成绩单，我们交出我们为主所做一切的功，一切所摆上一切的努力。不论是在福音的茶会，或是在夏令营，或是在短宣队，或是在每个礼拜的招待服事，或是在音控，或是在操作投影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接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在我们的课业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的人生规划上面，每一切所做的大大小小，都是为了迎接耶稣基督再来。求主耶稣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好准备，知道神国近了，让我们谨慎，不要忧虑，也让我们警醒，要不断的祷告，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在人子再来的时候。谢谢主耶稣，谢谢爱我们的天父，谢谢圣灵保惠师，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明白真理，也求圣灵把这样的话牢牢的记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紧紧的跟随你，在你的灵里，在你的真理里。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回应神的恩典，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今天借由牧师的口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主你将再来。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谨记你的真理，遵从你的真理，遵从你的话语，来成为主你所喜爱的基督徒，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已经准备好主你再来，等待着你即将来到的那一位基督徒。现在我们将时间、金钱、才能献上，为主你圣工所用，求主你悦纳。孩子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可以无时无刻来赞美他，让我们再一次来赞美我们的神。起来抬手。我要
时候牧师30岁，好，现在牧师50岁，好，还是跳得动啊。所以不要觉得你好年纪轻轻，好，因为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卫，好，他迎接约柜的时候，好，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王，一个国家的总统。可是当他看到约柜进来的时候，他就在约柜前面怎样跳舞，好，疯狂的跳，而且跳到怎样，他的衣服、裤子通通掉，都应该都掉了，好，都解开了，好，所以跳到他的内衣内裤都被他看到了。可是呢，好，他还是极力的敬拜，好，所以这是为什么上帝这么祝福大卫的原因啊。我不是说叫大家跳到衣服都掉光光啊，但是呢，好，当你有机会在上帝面前唱歌、拍手、跳舞的时候呢，你都要怎样？尽情的跳，好，尽情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因为让我们再次能够思想生命当中，或是这个世界当中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时刻，就是预备好迎接耶稣基督再来。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此时、在此刻、在年轻、在每一天，都能够思想这件事情。不论地上有多少的灾难，世上有多少的变动，让我们的心能够安定在你，也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谨守遵行你一切的话语。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现在是报告的时间。好，请问今天现场有新朋友吗？都没有，有一个美娟老师。是吗？好，拍手欢迎他。那大家就跟旁边附近的人互相请安，然后说，请预备好耶稣再来。好，新朋友要介绍一下，这个是。这个不知道是谁。好，那第一项报告，先讲小会的报告。5月4号第3次的圣礼典，那要受洗的人，请在明天4月13号之前向区长或小组长报名。然后再来是4月份的庆生，那今天是4月的第一个礼拜吧，然后请4月份的寿星举手。龙璇、君毅，请上来。那你们一个打鼓，一个弹琴，帮自己弄那个生日快乐歌。好，就这样子。自弹自唱。好，一个打鼓，一个弹琴，允琪负责唱。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噔噔。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你们今天怎么都穿一样的？从上衣、裤子到鞋子都一样哎。哦，好，说好的哦。好，我们祝福寿星生日快乐。一个君毅是26号，龙贤是20号。好，所以都快要复活节那一天，好，他就复活了。好，我们也要恭喜龙贤上个月29号结婚了，好，现在已经是人夫了，好，是人夫了，所以他肩上多了一个责任好，我们拍手来恭喜他们。好，那牧师也要为寿星来做个祝福祷告，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庆祝4月份生日的寿星，以及在周报当中有57个，包括我们当中有伟谦，还有谁？卢山，还有很多我们的弟兄应轩，应轩也是寿星啊，好，你怎么没有上来？我们为这些寿星好来向主献上感谢，好，也求主赐福他们。在这一年的当中，能够格外的蒙福，也能够得到上帝的看顾，让他们能够与家人、与朋友与耶稣都能够有更美好的关系。我们同心在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祝福，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生日快乐！你们去跟另外一个寿星，生日快乐。
下一点，4月13号礼拜天到4月19号礼拜六是受难日的禁食祷告。那邀请兄弟姐妹一同参与。那详情可以看周报的第4页。再来是4月20号，就是下礼拜天是复活节礼拜。那当天只有一场礼拜，9点会是信仰之路，要从49号那边一路走到这里来。那9点半会开始联合礼拜，就在3月3号新卡。好，下一点是5月24号礼拜六有一场音控训练，会有外聘厂商来进行音控的教学。那有兴趣者请于5月10号之前向音控组的组长恩典来报名。好，松大讲座是4月16礼拜3早上10点半到12点，那主题是心理鸡汤。讲师会是于宇春老师。再来是4月19号礼拜六的嘉南杯桌球热身赛，那早上7点到7点半于49号的7楼报到。那还没有来的就是弃权。那4月14号礼拜1到4月18号礼拜5，教会会开放，会有练球。除了4月16，礼拜3祷告会，对，礼拜3祷告会，然后桌球兴趣班当周会停课1周。好，2025年第一次的志工教育训练，4月27号的1点半到3点半，主题会是灾难没有你想那么远。那这个要跟志工可以跟木轩报名。好，那可以跟木轩报名。好，下一个是村里高洼的福音茶会。那今天小周没来，那就我帮他讲，就是4月26号礼拜天的村里高洼的福音茶会，一样是邀请牧养同工，会有每个人设定的 best 来参加。那在4月19号就要截止报名，那可以跟小组长或是区长来报名。好，这就是在下礼拜快要来了。好，然后这个是要填写那个卡，下面要写想邀请的3个人，然后上面是写自己的名字。好，再来是下礼拜的复活节踏青宣教活动，当天是没有爱餐，那请自行用餐后前往春天农场。那一样注意事项都在教会周报的第8页。好，新竹中会北一区受难周联合圣餐礼拜，4月18号礼拜5的晚上7点半在洪恩教会举行。那一样邀请兄弟姐妹来参加。好，这个是肢体消息，那就自己看一下。愿主安慰与得灵与一助同在。好，没了吗？没有了。好。那再来就是小组时间，下个礼拜六我们没有周六礼拜，没有青年礼拜啊，好，所以我们是参加1场，好，所以下礼拜六有小组，有吗？没有哦，要布置，好，所以也没有小组。那你要现在来说明吗？哦，好，跑步啊，慢慢蹲。好，就是等一下我们没有小组的时间，那我们就是要等一下就是我们要说明一下下礼拜六我们要一起布置这个会堂，所以等一下大家休息一下上个厕所之后，我们在这个地方集合，我们要做一个就是下礼拜的信仰之路的布置说明。那因为信仰之路我们要在礼拜前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耶稣脚中的体验，那我们要做布置，所以需要大家服侍，所以只要下礼拜六你可以来服侍，可以来一起布置的，就是邀请你一起留下来，因为我们需要你的服侍。好，那大家先休息一下，那我们待会见。好，彼此请安。